是金城村，我是花莲福利乡竹田村人。日前，安尼下晡的得到平春会，安尼的提报原因，拄到信族信谱分享强类年龄者，都安尼尊重来做亲。年龄者保护安尼乡亲都会养生的方式来表达对年龄者感恩之意。你也寻求真透的服装，会提供因共同研究出来的建议，来配因的记忆，含有参考不同地方的文化，保留安尼客家因的元素，和价值点的创新，都变成安尼的特色的。移民族有客家人、福隆人、原住民，还有偏户族，也是大家伫无共位的地方来到安尼族天，但因为有共同的移民信仰，不安尼村民就得不分族群团结强下。